菩萨、保庇平平安安手作步道的所有的考察，较加平安顺心，万事如意，有吗？有。那我们这边有些石头是会滚动的，大家走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脚。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就会不同于3个国家绿道的规划，就是这个是真的是很接地气，又很跟当地的文化、生活、风俗、信仰等等很有关系。很不掉，不容易啊。不管是阶梯啊，或者是说途径啊，通常是前人铺路，后人乘凉。那今天我就是换成是前人的角色。1871年，有一位苏格兰籍的摄影师叫做约翰·汤姆森，他当初在六龟后山越岭古道的时候，有拍摄了2张可以看到老龙溪的照片。他的拍摄点就在我们现在后面这个博坎平台上面。这六龟后山的越岭道园区这一段因为南部本来就比较闷热嘛，然后又是比较位于低海拔，所以其实工作起来其实非常辛苦。但是我觉得那个手作步道感觉好像在净滩捡垃圾，动作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捡垃圾你就会一直想捡下去，然后就不想休息。日本时期的时候开始，台湾的采樟事业从北部往南移到了甲仙，然后再到六龟。那六龟成为当时候台湾采樟的一个重镇，越来越多的人进到了六龟里。那当时的主要路径也是这一条。这一条步道应该会成为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步道吧，因为制作的过程，大家讨论的是怎么让所有愿意来走这条步道的人都是好走的状态。这个地方把它收掉。希望透过很自然的手作步道的方法，慢慢的去修复，让它的路况变好，然后让后续能有更多六龟在地的伙伴或是外来的朋友都能来走这一趟的步道，来去看这个100多年前这个步道它呈现出来的价值在哪里。开口唱哦，每一个人要学一首客家歌。那来到美浓。水到山間我是兄弟喲，木子流落啊一朵真頭下來喲。我觉得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慢慢去了解美浓龙渡这些在地的历史，真的带你去了解到说水圳和龙渡的关系，在地的生活模式，还有他们的历史是什么，就是他们层层之间都是有关联性的。这2天的从博宫跟水圳的穿插，我觉得平衡的蛮好的。我觉得每次来我都看到生活，我不是只是看到建筑，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地方。那所以我这2天下来，我觉得很有意思，个人收获很多，对，也认识这个地方很多。之前我们是开车就很咻就到目的地了，那可是我们今天骑脚踏车，那个风景让我们感觉到完全都不一样，非常舒服，非常舒服。今天就是你们要陪我回家就对了，对，我家就在这里，基油树下，很优美的一个名称。以前在这边耕作的时候是没有住在那里，是每天来回，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山下的时候碰面会说啊，我们中午要哪里休息，给我梳哈撩。我有长牌耶，招牌。百工百艺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找寻的，这就是一个记忆嘛。周末呢？这个规划案希望把过去各自乡镇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一次透过怎么样的一个规划把它串联起来，然后会有不同的故事线。你可以分很多天，在美浓待一待，在山林待一待，在六龟，然后最后到甲仙等等。答对没有奖。我们现在在做的是把过去的历史透过现代的手法，我们要让未来的人都知道过去的故事，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整个森林、整个山境，还有那种早期故事的文化内涵。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打造南部100年客庄的一个文化步径的一个蓝图。